欢迎收看今日不是咧个节目。今日老大家咧紹介嘛介咧，哇！今日咧紹介到關係總進路誒一間店哦，了間店咧拜託大家去行行聊聊啊。我今日裏邊係馬莎咧，佢講吼，佢係藝術家去做會，唔過佢也講佢係茶農，佢也種茶。佢到底有乜嘅人生嘅哲理？然後就你老大家咧分享，大家咧分享你點解裏邊哦，大家咧分享嘅係到關係總進路了間店。乜嘅名咧？10店嘅熱茶侍酒嘅賴春總先生分享。我們主持人哈，我但是帶關係的，但因為我們做些朋友轉到關係來，人家是做到茶茶壺裏的陶藝品裏的哦，我帶人家是老街人咧，熱茶侍酒有家店，歡迎大家到關係來聊。好，大家點來聊。你係誒你今日講吼賴先生，就你講賴太高啦，我用你興意好好，一起到。用英興意好好。興愛哦，有啲人。比較睇到是應該小賴，誰對我是應該賴哥啦。哦，賴哥，所以基本你係賴哥。到時候年紀慢慢睇落嘅。我基本其實特別繞牆到賴哥來台過來到你節目地圖吼，都有意思誒。講到關係總進路，其實你下慢慢，因為大家都少解，大家都啲關係街邊有條路街。摩倉200公尺平，短一截，唔過解200公尺地圖，哇！店非常介大，非常介貼片，做得啱講嗎？做得啦。好，所以你是其中一件。反正大家好朋友，大家這個地方呢，沒整天做生意啦，有啲做是喜歡給人家空間，大家落來這個聊。當時大家會同埋食酒裏頭打嘴鼓裏頭，行上行下裏頭。人家老街東皮家老街冇買同事，基本上冇買個染廠店啦，食下東西都冇，都冇就咁樣講嘢就。盡到冇開，下就開佢，阿不得都冇關門嘅。所以同來台講講，大家是啲吼，都關係總進路街跟路街短200公尺按到間店，東到從來台講安樣解藝術家，就得講，就是在那邊搞該閒雲野鶴的生活啊。有一點點啦，別人蠻羨慕的，所以我未希望當到人客家咯，因為落下去行下出來，我講有緣無分，落去行下出來是冇可能買東西。從初輩隻朋友來到，咁佢行下落來5分鐘上去，我說我種了2年啦，你按行下落去行下出來，冇錯來同人大家打嘴鼓，冇看下東西，你基本唔點解做埋東西，我買埋東西，你係為空間用品，所以呢啲打掃。咁個講到你好，其實來台購嘅故事吼，當然唔係你講，哇，1點鐘嘅節目是做得講得睇咧，你先嚟講吼，你現場要當到來台購帶來嘅作品，好，你現場是看到當到，你講當貼片然後。當有意思啊！吼，你專門係茶壺，全部你自家親手重做嘅。所以從你做啲簡單來講一下嘛。你通常看到像薯條咁。你從薯條咁個機是揸住茶壺。通常做啲泡茶，我做嘅東西希望去做一種專用，讓人做泡茶。但到茶壺是講師法自然啊，是自然界地會看到呢啲東西啊，而且我講做嘅茶壺。你講我作為南瓜壺、竹條壺裏的、薯條壺裏的，其實有一點是講，它是土裡面長出來的東西，在跟你泡茶的過程裡面，它是比較能夠融合在一起，唔會吃到有加壓力的。當然人家懶唔是那裡的泡茶，唔會吃到懶太的碰到懶太冇用半音，所以食茶嘅心情所以不用輕鬆啊。所以原則上我做茶壺是做2年。所以節目一開始，我老鄉親朋友講嘛，我基本係攞看來台購嘅人生哲理、人生哲理。佢一下是講到一隻哲理，什麼哲理？叫你茶壺看，你懶人家唔驚係冇，是那裡跑。唔過你懶係跳做嘅哦，唔係只是懶係茶壺吼。像你像大家有看到嘛，網鋪嘛，吼，你網鋪吼，你係竹條嘛，吼，當然你嘛有係薯條吼，安樣。這個是佛手瓜，對不對？其他現場當到來台購帶來嘅茶壺，咁個大家可能唔知哦。當到你去到幾個地方吼，哇，從頭擺嘅有冇君子強人？哇，檸茶對不對？然後以茶代酒，對不對？然後大家用打嘴鼓，可是係講你看到中藥，然後去賣茶壺，他不肯咧，你唔肯賣，你不肯賣茶壺。
冇来是讲，慢慢过，你都过了1、20年，就开始做差不多当希望买铁机啊，像传到签通卡、手里头补贴家用里头，慢慢经过简单落去知道，你的过去时候嘞，差不买铁是变钱有上市所知道。有时候没钱很难过，但钱多有时会灾难哦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知道简单过日的时候嘞，不用太多的物欲啦。对，那这样，然后落去用这个生活比较会用想法去想过日子，没用钱，上次有钱来时间是会走去六福村啊，莫是牛排里的，莫钱来时间走山档啊，去爬山啊，去狩野溪啊，去搞火把东西，搞山地堡东西，反正日子过得会比较用一种非物质的方式去供你的啦，所以我觉得感觉还不错。是，我是觉得安永你哪爱黑起都来台购会跳跳莫买啦，因为物以稀为贵，反正你买不到，因为你买不到就更显珍贵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你安永的作品，听说又配又带到外国去。就可以是啦，就可以想做的事，但希望有啲收入啊，介世界多只茶商朋友都嘛买外国茶嚟的，介世界是可以想好啊，茶夫买到睇幾好咧。其實是到時候補貼家用，不過我其實補貼家用冇正經鬧補貼家用，我變到我同我朋友講，佢錢買來買搞啊，同我買獨木舟、買斯朗茶裡頭出去搞裡頭嘅錢，還是用嚟都存嚟錢去搞，生活費是幾福建，所以生活費不用補貼，然後你會搞獨木舟，會去斯朗茶，用嘅東西是用你哋都錢來買嘅嘛，所以你很會生活啊。還好啦，改世界是想。不過係本來是冇買，因為後來賣了1、20個國家以後，價錢唔係講當好啦，唔係講唔好啦，是講因這家做又啲時候咧，我咪見做見少，因為見到見做見漲落去哦，那個公里都見到見到，而且沒做量沒冇到咧，本來是講很多是冇買，本來是種茶。因為這家做茶夫要種這家上食來茶，所以你講嘛，你看，你做埋一開始都小解講，你可能係一屆，你講做非個藝術家，唔過佢就係一屆茶農吼，所以為到飲茶，自家是種茶，所以現場也用你帶落去從千面咧，是你帶落去解茶，帶這個冇到啦，本來想就開始種茶嘅時間，你冇快點，反正天上天下啊，反正充實佢的是愛，對吧？我保山想啊，反正沒講是幾多里的，連做茶都唔曉做，乜都唔曉。反正我是想，反正簡簡單單，做茶做跑，是了安全時候咧。你啱講到挺簡單哦，你落種茶講到挺簡單哦，你至少去種茶嘅時間，我問一下，還是學習啊？你還是要學習種茶？你是怎麼？你種未落去是冇關係咧，係冇？唔係未落去是開始食條，但是搓一半，因為搓上同家。上來就慢慢是，本來沒想很緊做啦，我們自家往個草莓做，吃草裡頭，我們慢慢量見到見到。因為家朋友沒講做，唔得茶不應做，因為不應做嘅時間一方面朋友唔會當認真做，第二家上去佢做茶時，佢冇系統做茶要在程序裡頭，唔會幫到。我們想好啊，慢慢知道喲，應講充實得是春愛嘅，結果發覺。最近做落一些唔會少啦，因為你炒這個台，茶沒這個台，充實炒時候啦，充上沒有炒上嚟，其實炒時候咧，冇見佢有剩下差價，而且整個生態平衡落去係有蜜蜂沒有，蜘蛛網沒有，裡頭蜻蜓沒有，裡頭其實它會產生一個平衡，反正個差價冇話少啊，冇話少些健康，你睇你見到見到用嘅啥，朋友講做唔得，不經做沒麻煩，你要朋友說好賣到加拉貨咯，開始慢慢做，跟住可以點曬沙地方都冇。我慢慢自家親地方慢慢做，每趟慢慢出來沒見滿人啊，門來做出來沙公實在，大家感覺風評還不錯，當沒時間有啲時當，我就開始沒講，唔啲話過關過再過，結果係話是咧，通常賣那邊老主婦咧，所以我茶是反正簡簡單單啦，沒冇到啦，反正有緣分是賣，有緣分是賣咧。所以師兄來台過講的嘛，你講，你種茶反正天生天養嘛，對啊，天生天榮嘛，好，所以應該茶表裡你完全就是不施肥，不撒農藥。同我茶漿使用啊，通常是草堆裡的嘛，雜茶是這樣嘅拍草啊，像我今年下茶嘅時間，我個碰到20-30隻，我掉水我就碰啊。因為佢冬天天係些碰到翻轉來，是茶樹下邊，那放出來時間叫我們掉到啊。係啊，所以結果係嘛㗎？結果是係講，我好啉茶，我自家是種茶，因為我係天生天榮嘅熱茶，錯嘛？熱茶，所以我是
毛病批、毛病弄咯吼，佢係講上幾多，挨到是10幾多。不過當然見講依家一團嘅撐死，所以當然哦，專家有評鑑過啦，所以很走得，冇老虧嘅。像兩包又一包，你是講東方小美人茶，對，東方小美人，肯定係東方美人茶，你是東方小美人茶，對，所以會包括像喺染妝裏頭，當中有啲時候，你嚟東方美人茶，講染妝，對下講每天東方美人茶，因為東方美人茶是夏季嘅時候，有些小綠人食過啊。佢冇本染裏頭，對，所以佢變係水茶。問題我其他茶做出來味道當上東方美人茶，但是我做嚟便宜啲客，我哋係東方美人茶，我是講嘅東方小美人茶。對，小美人茶，味道很相近。我想最重要嘅是係吼，其實佢係一隻空姐，對關係重視度嘅一隻空姐，佢度改變最主要係撈大家咧交朋友啦，吼，大家要喊是咧飲茶，是咧打嘴鼓，對不對？你講以茶代酒，對，你嘛嘅茶咧東方小美人茶。最重要嘅係對按飲茶嘅過程，慢慢去體驗，你有冇你讀你哋土地嘅感覺，讓人之間嘅關係，你做得看到很有意思嘅茶夫。咁過嚟睇過，佢還有眾多故事，做啲讓大家都分享哦。大家先聊下，等下陣陣咧。東方宇宙的繞場到來台過呢度節目地圖，讓大家來分享。講來講去，其實有談嘅其實係幾個人生哲理哈。上團節目我就吸收到2個人生哲理。沒有啦。第一招就是，我覺得你講嘅嘛，你講吼該牽拉榮是好嘞哦，這個很不容易哦，到某年代，大家馬上會掀起，應該牽到。第二，味道雪茶是種茶嘛，什麼種茶其實是天生天榮嘛，不用到改變，天上天有。所以先來講，你係你帶來南澳一種茶係冇野馬茶。係野馬茶係，你咩無意之中發覺嘅啦，因為我汕頭東都有馬告，馬告係因講原住民嘅香料嘛。是。我汕頭其實當未上來，像乾隆爺我賺咗200-300條啊。但係佢冇賺到勁啊，是但係佢只夠上去咯，我咪冇改去啦，種茶的地方實在去上。結果見我羅門問我講，小哥你那邊有沒有馬告？我說貴山黑啊，不過我是摘個半夜，我慢慢薄下來，有我個字薄下來，日日我他媽調來，佢攞一段時間，佢同我馬告他媽拿走，那啲春啲我自己食啦，味道還不錯，我每個日日佢問我講，日日裏頭呢，廣裏頭呢，我講他媽調來，佢講。告訴小哥，那個東西很好用，那個都是可以當做那個香料用的。我說哦，這樣子啊，那沒摸主食是還能不用嘢？些突然說，那雜幾批都吃跑了，跑出來有這樣香茅的味道。我會想，有香茅味道，然後加了熱茶落來時間，人家朋友是講，就叫野馬茶。我吃到味道還不錯，我們不同的比例感到落一些，結果後來市場上反應都還不錯。因為它有薄荷的這種清香的餘韻，還有野茶的一些味道，所以兩家夾起來些梅頭是變當紅。所以我還特地為了這個名字去註冊，怕別人怕我自己不能，不是怕別人用，是怕自己不能用，因為萬一別人用了野馬茶，我就沒有辦法使用。但是因為我的是野茶加馬告，真的是野馬茶，所以我是講這個茶對我來講，好像有別有一番意義存在。對，因為泰國佢一開始講茶，其實佢講嘅茶係熱茶、野茶，為什麼呢？用英講係野茶呢？反正就是隨便長大嘛，對不對？就路邊的野花野茶的那種感覺，所以你下呢講就結合馬告野馬茶，所以按用英來嘅。咁個講到飲茶，其實大家是會想啊，要按用嘅茶山就啲種茶，要按用嘅茶夫，總會有一隻按用嘅空間，對不對？加隻空間其實一開始不關係嘅世界，你。用翻譯講，好像廢墟的老房子，對不對？當初是廢墟哦，所以你看到該件冇廢墟，你就決定把它拿起來，你自己親手親手經歷的。反正人家老店就開始沒摸馬勝利啊，就想做這東西，自家做茶夫慢慢用一種概念，就是把它當做個作品來做。哦，獨我哋家空間就開始懶，我前面3張嘢當一直在看，唔掉慢做啊，東西跳落去沙邊落面唔掉慢做。真知道。當到朋友係啊，2-3張嘢朋友講行上行下看冇痛啊，我講我唔掉慢痛啊，問題是人家做嘅過程裏邊，當到朋友不同的材料表落來，我就開始慢慢想，緊走，上次從我鋪家地板我。發一張嘢啦，找發一張嘢，因為唔啲有慢表啊。
转贴里面慢慢表上表，慢慢影响影响。当东西应该知道，时间会找到它的一个定位，不急着说马上你要马上定位，像我动都懒熟贴啊表呢。其实我已经表半年后，它有另外一种出来，那就这样，有的是它把萝卜地把懒熟的调停在下面，结果水面像那种边啊点不来看棒里面。对，当东西哦，反正不是急着一下马上弄，有东西整个一事件抖了，慢慢也让它沉淀的时候，去煮面就会出现万物必有其用啊，到后面它会找到，所以我那个整个空间我几乎走个里的完全没有浪费，像我来竹子，我只要走个来，我就开始走地板。到的地方还是走风，来挂风铃。村的地方还有走，还下边加建筑啊一个装饰看板。村的每节来像他走花圃里面的一个围篱。过一条摸了板地，对啊，那改建我基本上连本身地板的。地板烂态的东西，我他妈不用尽量放在回来。我基本冇像你种嘢萝卜章的时间用那个叉里的仔中央手动整摸。佢睇把年的老砖里头，他妈留下来。咁啊，留下來，地慢慢洗，慢慢都去清開來，慢慢做。我總計已經花費2年的時間。所以冇當行，我知道，反而做完過程裡面，讓我對我的作品有更不同的一些視野的感覺。所以來講嘛，基本有咧分享係賴大哥的人生哲理。佢種建蘿蔔用2年來實踐嘛，你剛才講萬物皆有其用嘛，對不對？實踐懂了，你就知道緣分在那裡了，是第二用因走嘞。所以該其實係記起到該建無。不過有一件事情有特別提別論問題個，仲有意思，你的店名。對不對？你的店名，什麼哈？對不對？因為你大家都知該條路嘅頭擺嘅路名就10店了，對不對？10店了，對，好。你的店名都改編係熱叉喜球，康公你改拍板非常改有意思。人家的招牌是招牌扛棒是扛棒，你講他講你嘅扛棒有故事，你的店名啊有故事。好，我講因為特別人家店嘛，我記得特別打鐵店嘛，所以我那個野茶不是野人的野，是野鐵的野。這就是有意思的地方。等下，因為後來我基本上做陶冶，後來就用這個野字。等下左來叉是熱叉嘛，所以是變熱叉。好多諧音哦。諧音對。好多諧音，陶冶有沒有一個？然後特別係打鐵店嘛，打鐵店，你說野鐵嘛，對不對？你它有一種熱茶，所以就是都有這個意思。對。那49號因為剛好是中正路49號，49號，你講寒夜客來茶當酒，野茶像酒一樣，叫野茶49。我看你資料有看到這2行字，我背不起來。所以基本你裏頭跟雜個咧分享一帶，我覺得很好。所以其實師兄來台語講嘅，你去到去改建店、改建蘿蔔、改建涼氣嘅事情，改建令茶嘛，對不對？不管係馬改西街去，阿布拉做得去嗎？阿布拉，平常朋友也冇來啦，阿布拉我下邊空間感覺還不錯，我大白講下邊走出來哦，就是自己的私人空間，就阿布拉上次朋友這個呢，看着星光下是2杯麥酒裡的，所以這個看星星裡的感覺還不錯。很有意思哈，請問一下，你頭擺啊，你其實可能。你是來台過，因為你頭擺係到金融業哈，金融業佢嘅投入係乜嘅？每天跟數字在一起，但係到數目時空哈，金融業對我來講咪係一棟距離很遙遠的一個行業，所以你像那時候每天跟數字在一起，現在每天跟野茶在一起，請問一下你的家人，冇成一步用，這個轉折很大哎。但這個過程，一方面改時啲讀我爸我媽媽讀我高升，我是來他媽走出來的。我又冇買上，我銀行做講實在，當一款數字，我未考實在，我未冇買好啦。本我自己想，自家冇咪喜好嚟嘛，唔是貸款嚟的，反正將來是反東西當便宜嚟的。我想，何不給孩子另外一個童年？就這種想法。我自家貸好嘞，對，我可以很簡單的生活啊。然後自家煮自家種東西裡頭，所以我本面是想好啊，是用簡單工藝頭，反正自家煮自家食，後來發現也安全，對，後來食安問題，我覺得這樣也好。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多了很多的時間在拍攝裡頭，後來我有創作一些客家童謠，那我帶台小戲開始爬山、溯溪。我秋水好把秋水嘅，每次用時好快，然後好把做好把秋水裡頭，台小裡頭。你睇擺度好把秋水，大家就得理解嘛，因為你講煙台係安樣，你講倆下，還爭啊，特別秋水些台水果係。
推风过很水中强，实在是单人戏，某是斗散度提高手。跟人家不一样嘞，人家不一样，我讲我假不你跳白，从你老鼠模式都有关的。我给天天搞死我，没有怨言哦，没有怨言。所以我当到地方，那个溯溪啦、爬山里头，或把露营里头变，改都不是摸马是发钱啊。但是他可以玩很久的时间，搞到比较时间。所以我上个时候，小时候小2、小4、小5，我是带人环岛的。回家环岛，咩时早起咩从伊嘛个住喺旅馆里头，我带过学了个走廊，带过后把孙。所以你带过学了个走廊的时间，然后整家人就跟你一起住走廊。对啊，穷啊聊。哦，所以我还这样了，反正就是很简单的生活，大家出去聊，东山如聊，当时比较朋友跟溯溪里头，后把秋水里头，山头都要选没动墙里啊，那爬山里头就没动管啊。日本我用年土蛇去走这个夏克罗古道，我通学我来也通学没天天去，高中生哦，刚说，哎呦，你都已经走哪去咧？因为你有给夏克罗里头团体的。碰到有点悬崖哦，夯阿姨啊，给他高升他妈走光光啊，他来广播嘛是夯阿姨之后啊，因为环境接触不一样，第二不一样，就碰到悬崖哦，夯阿姨散时工厂，慢慢阿姨等一样哦，他妈我转到营区地方去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他们不是去，是夯阿姨聊，记得会。回去对，转移露营区，唔敢夯阿姨，就是因为都市环境，没有接触过这一块。是。我爬山爬里的时候，他妈看到是夯人狗屁。不一样，其实这种环境就是因为你长期的在培养，在接触，就自然就很自然。是。就第二讲，都市人都看到说哈，哎呦夯阿姨啊，你给我做到背讲，你是谁呀？真是深深感触。因为之前抬到朋友里头，我大家来里头夯双夯都通没有感觉的，是因为后来叫抬掉一些扯在通号与露营里头，那条露营区是那条露营区哪有嘛个露营区，旁边好把大把有的是做什么样的是嘛个发千里的么啊，反正那个东西根本不是现在地方蹲啊落去做露营嘛，所以基本係啊，基本上嚟睇個。讲哦，打嘴鼓，大家是啲做咩？俺都朋友当下去到去个店鼓，然后去打嘴鼓哦，因为做咧堂都当到个讲鼓，然后当到个抬头哩，还有嘛个故事做咧分享聊下，等下就同你讲哦。今日當翻伊做咧邀請到來睇個來到節目地圖，然後大家咧分享俺都個故事吼。老幾來打嘴鼓咧，哦，你係老幾長年講無喲，係冇去動長冇去故事動，音色頭力動，而且湘西動容易是出口成章，對不對？哈，就是你走在地道講，哇，他是怎麼樣在經營一改人生的一個生活的方式。不過很有意思的事情係，你講去來台講係關係人嘛，係嘛？哈，關係你講土生土長嘅關係客家人，關係真是係好山好水哦。不過講到咧很有意思哦，你看俺那都一本咧 QQ 嘅哦，看起來很舊了呢，上面寫着客家童謠，這個童謠創作係你的創作，你該創作。其實這上時好細啦，咁慢慢發現講學法機會冇到咧。是。所以我叫我特別時候上嘅時候嘛，我都把載呢，他上個抽籤面。那抽籤面就帶去漫山走啊，按照一些末日时，我们想一下，的童谣不一样，因为一些童谣不一样，它可以健康，慢慢是变入地合法。不过后来发现，因为外面客家童谣像是烫你的，这样少了一些味道，我们自己变。慢慢变是有乐趣，但是变下博士下慢慢下60条，对呀。俩童谣俩讲下俩地步，唔係是1條2條呢，以俩本數來講哦，翻來翻去翻到最尾啦，已經有70條咧。70條咧。所以俩70條童謠，當然可能是你自己慢慢改錄音機啦，慢慢改創作嘛。你真的是藝術家哈，做真是做得很講。好高挺啊！連聲音出去，讓你行聊，去行路對無聊對念童謠。不過講實在話吼，聊童謠地圖有慢慢想要找人譜曲嗎？當多朋友很愛譜曲了，但是那時候同樣其實我今年有個計劃，我哋每次走到滿4月份其實開始有這個計劃，想要變念謠。因為你譜曲的方式的話，第一個你會被旋律帶走，對，就像你講國語唱國歌，你如果沒有旋律，你不會唱國歌。第二個是說。
动动音不会唱歌。那你要流传的话，就用念的方式，因为一首歌你不会唱，你就不会，你歌词就没办法唱的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唱歌，但是用念的方式就可以源源不传流下去。所以念谣反而比童谣更能比唱歌歌谣更容易流传下去。如果说这个是好的话，因为你唱歌的时候，像阿涛哥，他的音乐很好听，你妙传的声音是没有办法把他的智慧变成一个东西流传下去。但是如果说念的话，你就可以变成很自然的方式，因为每个人都会讲话嘛，念起来就不用所谓音律的问题，而是你把它带上去，照着那个节奏拍下去的话就很好。所以我今年其实有计划是要做念谣，但是我前几天也跟2个朋友，像黄子轩、阿涛哥也跟他讲说，我可能会把我的歌给你们看，当做参考，看可不可以变成一些旋律的歌也可以。我有这个计划，2个计划都有在进行，有在计划。冇錯，因為來台語有講到阿濤哥嘛，其實伊係講鄉親朋友係講要談過阿濤哥嘅歌曲，大家實地其實伊嘅歌曲雖然講係歌曲，不過它也比較接近配合啲回流腔調嘅一種嘅音律跟韻律，所以湘西彈起來也比較像是就係念歌，吼，所以該種係感覺冇強。你一時大家會講係念歌，然後講念謠，佢你冇講客家啦，你講學路，其實學路歌裡面有當到按用嘅念歌嘅一種嘅風俗，所以你會覺得那個音律其實就是一字形象嘛，依着你講話嘅腔調來講嘛，所以你地不獨按到嘅通繞，你做得水片念一首冇有記憶來冇？你都係成簡單，我係唔可以背記啦，你都知道係要每時，我係會留下來。咁你有獻唱攞一團冇？你係考試哦，唔好攞去講好嘅哦，好嗎？好啦，念幾條好啦，念條冇因阿媽最好咧。好。冇因阿媽在三府是右千台，講到彭鳳詩其實係在開，佢講蘭鋪上那裡做木蓋，蘭布那裡做浮台，竹篙那裡做樓台，草牆那裡做屁蓋，天內盡做面蒼水，北風盡做浪兒菜，沙鼓是貼貴袋，盡做做下煮飯菜，古人欠過嘅醬菜，佢講好食是咪搭在哦？因講家教聽教，家家聽家，家婦女是慢散走，家騎實是騎步台表。冇因阿媽在三府是右千台，時時係本意講到邊殘，天內拍係本意講到背天打。冇因阿媽在三府是右千台。總上鼓勵啊！恭喜才會愛動人進堂，愛家下情緒動人進堂，愛發現吼。台公，你的客家話真的好好，你講了咚都水，你講好武嘅含義吼，你講好。我知道咩當，反正是特別細觀音成日講好吧，所以我從念出嚟應該大家聽識，結果發覺就叫你後生嚟，你當然仲要慢慢笑。即係家要講到乜嘅冰冰菜，從冰冰菜我要談的是，因為頭擺有冇恭喜財位啊！因為冰冰菜，所以爸爸媽媽、阿公阿婆幾多在講下嘅時間，說念冰冰菜有冇？對。所以可能鄉親朋友你係講要看你時間福氣來咧，你到電視機面前談嘅時間，因為知道，哎呦，來台哥講嘅咧，嚇會當有意思，可能也要當到嘅。可能談冇埋書。我做的都童謠，基本上我冇像我把童謠2、3句當簡單。其實我的傳承裡面有一種，就是把很多智慧把它留下來。所以我每一句一個童謠裡面都用不同的智慧去帶，所以一長串裡面每個智慧我都希望用客家話裡面的不同的智慧。不論講係地圖嘅名詞、形容詞、名詞、形容詞，都是非常你講地道的客家話吼。而且談起來很有意思誒，你看見兩段用動順，好冇？係因為我要注意哦，有押韻在裡面。對，有押韻。你講，基本上都冇押韻，基本上都押韻。對，因為你講華語來講通繞改時節，你知道華語不一樣嘛？因為華語要押韻，跟客家話阿倫那個感覺不一樣。你對於一個客家話改智慧，就是那個智慧，你理解的多不多？所以你要清出它的押韻，其實是更不容易的。所以這個還好，我剛好有這種敏感度，我不清楚，就是覺得到我只知道對，而且我知道我做的童謠裡面，基本上它是有意思帶下去的，沒講現在掉記。你講特登講，我特登講阿媽嘴，其實他講的就是一個莫因要話用半音通日家。我講其實也無卡變到
通什么夹落夾開去。嘿，咁講唔計嘈雜那做屁個，每日要開要冷氣冇要啊，結果落去啲唔係嗌我北風係冷氣啊。咁講要嘈雜冇，咁講要屁冇要啊，嘈雜做屁個啊。哦，咁講天內要面倉冇要啊，天內盡做面倉水啊。哦，通常講到天花亂墜，報名夾落嚟就冇話嗌夾其實佢嗌講嗌通常要啊，改啲東西通常講嘅東西通常係啊。哦，哇，真心愛咧，講過好像唔係獨樣人胖誒，我覺得我現在咧，當然都太熟下有嘛，吼，太熟下聊兩個講過，最後做啲拎杯幾個啊，睇個個熱麻茶吼，熱麻茶了你那個感覺非常係冇強咯，佢真心按用人幾個通繞係水彩用一顯起來吼，當有意思像我哋顯到倆手，我講，它就是用樹木字，用樹木字熱水開始。我冇碰我念12生肖好咧，屬於虎圖改跳好咧。好，所以咋個好？12生肖我用動物加特徵來做。哇，這個不得了了，鄉親朋友帶有耳福。對，日鼠打頭命。牛是透煞行，三伏是紅陰膽，四兔是耳窿光，五龍是鳳體命，六煞定陰腳，七馬容顏將，八龍是毛長長。九號怕樹當，19是白苗片，19長波湯，12柱喜貓命，就12生肖。我用動物每個特徵啊，用日鼠打頭命，老鼠體質張嘛，牛透煞行，牛是種不應透啊。三伏呢，伏當凹是紅陰膽，四兔呢，應講特別耳窿光，耳孔耳兔嘅耳孔當中嘛，耳窿光。五龍呢是鳳體命，就係鳳體嘛。六煞可能當定陰將。七馬用上卵將，當將馬當將嘛。八龍呢是毛長長，龍羊毛毛當多。九號呢是怕樹當。19什麼啦？19撞煲湯啊！49你做咩問我物價上我興物價唔聽，撞煲湯。19用萬一聽呢個白咩19是撞煲湯，19白苗片嘛，苗土裡邊通常結這個白苗，12柱呢是不能吃太細毛苗。哇，都有意思誒！哇，所以。太高，我覺得真的，我做波太高做啲家家啊，來讓你做一啲做通繞做啲出道很好度嘅一種嘅。我未希望出來啦，我仲係繼續冇留下來時間，有個時候有啲打算啊。好，所以哇，鄉親朋友，今日你繞牆到來太高呢度節目啲錄到大家咧分享，其實係人生嘅一點點嘅故事聽聽，係講你真係想還有乜嘅故事做啲落去分享，還有乜嘅差好你，去到幾個點是做得咧，吼，到底係非常感謝來太高節目咧聊咧嘅，是冇意。好，鄉親朋友聽得下落嚟做認同了。